除了宜兰以外，南投係台灣農產第二大嘅縣市，睇前景農場嘅大北有8個間各有美食嘅民宿，唔過95個家都係農產違規國家呢。對按當然講嘅檢討，南投縣政府想要用風景體天氣都市計劃，本菜天一扎秋天合法，唔過先前營建署已經講唔合適的喲。農委會打算去推動農產修法，唔單止係南投前景。苗栗南莊嘅民宿業者，每季都是懊惱，講產假項無按好種作，搶靠農業實在係艱難落實。唔過也多年來，認真農地起大價買唔起嘅後生農民，都無論修法白，都是得有自家嘅一口田。雖然彎彎歪歪的山路，乃路開呢度個有外國美食嘅建築。民國89年農法條例修正，開放農地自由買賣，韓國農產有免稅，上個許多當地人，韓國外來嘅投資人來到前景用農產來開民宿。農作物的經濟價值真的是沒有辦法生活，所以大家都轉型了，以農轉為來做民事嘛，大家也是為了要生活啊。農民哋都幾乎3年春營一百錢啦，2年了錢啦，大部分土地留到攏賣將嘅啦。睇前景按定嘅產牌提供，搶靠農業實在艱難落實。唔過前景嘅好山好水係發展觀光一定好為條件。楊淑鳳10年前，如此集團農民買地買農產來開民宿，人客現來現到一路囤農產歸間，擴大營業。唔過而家唔知按嚟做，其實做路違法嘅。當時冇幾太規範，我又冇幾了解所以。有擴大嘅情形，不過目前也希望出政府同埋輔導。過10年來，蔡天然做觀光也增加被傳到呼啦啦嘅違規民宿也連我接動嘅引起，前景95個家嘅民宿都係違規農產歸間呢。唔過沙傳出南投縣政府有想愛輔導業者秋天合法。它這個總的樓地板面積是不能超過現在的總樓地板面積。如果你有超過建蔽率、有超過容積率的部分，還是會請他，我們還是會強制請他回到原來這個都市計劃所容許的那個範圍裡面，所以不會是就地合法。其實唔單止係前景，幾多地區嘅農民都發現，是會起一棟講嘅農產，農地嘅基地囤經濟效益都會起壓批。故所從頭份交流套一下來，路上都有幾排嘅買農地、買農產嘅看板，大塊地同樣都要1000個萬元。上海幾家鄉耕種嘅後生嘅，可能也怕唔敢貴嘅。我哋下嘅農地全部做來寬獎，直到按住來向數嘅故所嘅價錢變到高，本向數，對人哋唔公平的。這種看法只是助長我們的惡性循環而已。農地被加入了不該有的承擔，而那個承擔是傷害我們土地本身的。農地起大價，從新做朋友田一平嘅農地都要8萬的元，韓屯頭擺用分用甲做單位冇享用嘅，變做用平來算嘅，農地都從變做減地嘅。我們年輕人在都市裏買不起房子，然後在鄉下我們買不起田，然後在這裏到處當人家佃農。後生農民因討談講無地好耕種，上晝也出來支持農委會嘅農產修法政策。唔過也有立委認為，政府係好好嘅發發後建地，地根本都多種唔起。南莊民宿業者也講，修法唔應該全國一概都強下做，無係修法通過，會嚴重衝擊到當地嘅觀光發展。到處都在休耕嘛，哪裡沒有土地可以種？你的大佃農小弟子來，真的沒有種，他沒有辦法找到土地可以種的，我介紹給他種。而家地方嘅發展1年啊，無人買種啊，太多東西啊，較會種啊，無人來買啊，定義出來那冷啦，買個錢就冇啦。雖然農產歸間嘅民宿帶動嘅各地嘅觀光產業，唔過也有人質疑產牌地高度開發，韓國愛到農業發展呢。對農法條例開放農地買賣嘅限制過後，農業人口冇變多，產化嘅農產加貴多。學者都質疑主管機關根本都冇好好做到審核稽查，難會變做安亂嘅情形。
可是你的农地如果没有按照规定去做农业使用，在13条跟15条里面都赋予他要去把这个所谓的建造的这个许可撤销。那我觉得这时候中央政府或许可以在这个办法里面将来修改，赋予中央政府有去所谓的监督跟督导这样的一个工作。对复杂的争议，相关单位没影响严防。像苗栗县负责稽查的工商发展处使用管理科那5个公务人员呢，来负责全县的建筑物稽查，人力根本都严重不足。营建署这边部分也是希望说把这个违章的部分，希望是以罚来代拆要不然是现在以违章的部分的话，以这个那么大的量体那由我们县政府直接拆的部分可能会相关的一些人力的成本而且当然是你拆除的部分，拆除算是一个最后的手段的啦。农沙乌白乱需要按到的情形应用的基建呢，正反双方如有各自的坚持。6月25日，营建署开企划计划委员大会，审查由南投县政府提出的情景风景特定区都市计划。也计划系通过违规民宿，唔单止是得讲总开会合法，还是得进一步开发，故所引起的一场激烈辩论。台湾的出路在观光，在休闲，尤其是工商业不发达的南投县，不能只靠农业立县。南投要发展，农民要出头。否则，农民只能代代世袭。民国60几年就已经划了风景特定区，接下来他们还是有违章，然后呢，不断利用拖慢检讨的方式，最后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在风灾了之后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牡安山大规模崩塌，就跟我们现在这个一样，全区迁移。请问一下，都计划有解决违建的问题吗？最里面都市计划案本营建署用国土保育和个环境保护做理由挡下来嘅。学者认为，农地本单都唔应该做其他的用途，伊能建议主管机关配合民国89年修改农法条例下所开的方便门，恢复禁止农地自由买卖。农地的所有权已经是大量的移转了，已经移转到非农民的手上，对，这是另外一个非常担忧的地方了。以前的农地农有、农地农用这个8字真言等于全部都破功了。农法条例18条，赶快把它废掉。想要做到农地农用，都带有困难的呢。好早来看，台湾都係現在農業採唔上錢，民眾那位上咗嘢愛去農場做民宿、發展觀光，甚至進房地產來炒作。就算農地貴太平，唔一係也冇咁公用呢。因為農委會喺思考農業永續發展的時節，也天初愛對農民的需求來面，希望也是係一個唔實際嘅夢想。